早餐人看天食饭，即届风台毋但造成失地，农产的损失嘛真大。来看家己有农民贷款种经少，却连续2冬都因为风台无收成。各种农产尤其一冬一收的，规年痛天的心血拢乌有去，因希望政府会当增加补助金。头开第一来看，拢是因为风台受损的国家来。农民讲40冬来第一届拄到这种状况，今年除了国家来的损失。 风台对明年的收成嘛带来影响。因为伊苗啊拢已经拍破去，拍破去了，伊就算讲伊会减做迄个养分，要储藏养分伫这基地嘛吼。结果即摆安尼无法度，伊还佫停发一届，佫消磨一届。除了国家来，中部阁有青农贷款租地来种银蕉，结果连续2冬伫收成进程拄着风台，毋但成本全部了去，佫拢无法度收成。我有立保险，我有立香蕉保险，但是去年开面期嘛，香蕉保险嘛无理赔，我嘛是拢受无伊的原因离对，今朝是一冬一收。 要收啊，如果安尼，所以是等于连续2冬无收入。农民表示，金蕉的补助为10冬前开始是1分地8千，即马种金蕉的成本已经增加50%，补助煞拢无提悬。大南的孙农讲，因的种植成本甲短期种植无共，政府的补助应该要有无共的内容。结损的补助，即马4000元，甲其他贩卖啦，其他补助来讲，伊短期作物、短期的2个月、3个月，这一年才会一收的物件。 所以这个补助的部分非常的无合理的所在。这摆风台虽然政府对农业损失有提供全部项目的补助，不过这一年一收的农民讲，因的成本其实比短期种植搁较济，希望政府莫干那用同款的标准来看待因的损失，会当提供实际帮助解决因的困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